欢迎收看《后上太上宫》，有花太假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涂志忠啊。中國強下嘅老後生人大，在顧了鄉親朋友唔知唔睇教會知道講，即個床頭會心就心頭扎扎心粗粗嘛。唔過其實呢個心就係因為外在壓力嚟造成即個情緒有影響到，電到人嘅身體上會出現各種嘅症頭。呢種嘅心就其實係一種正常嘅情緒，而透過人嘅身體嘅改變提醒你應該去注意咯。韓國呢個心就多啲下，大家會知道以上一種流行病，像特產人都會猜到佢，到底要用辦法來面對心臟帶來嘅影響，要用辦法理解佢咧。今日邀請到6個後生人，老大家向下來分享面對心臟嘅困困扣扣，正常來分享。主持人老嘅小姐就係阿子怡。大家好，我係因為從細到大都要求辦面，故所動作心照嘅阿子怡。第三老小姐就係李嘉。大家好，我係有自信狂超真嘅李嘉哥哥。好，第三集老大家小姐就係應子。大家好，我係上當吼，本次嘅小李都冇加晒嘅應徵。第四首啦，上來見本嘅新朋友嘅於子。我係會用大水果稱好講法嘅方式嚟講大我小李嘅聲嘅劉宇慈。哎呦，新朋友阿慈哈，我的學妹哈，很好。你好，好正好。不是啊，看來拜碼頭。係個學妹咧。要叫學姐。好正好正。好了，謝謝，不用這樣，我不會給你好處的哈。聽找到這個的昂艷福。大家好，我係發錢發財搞對錢十分小李跟艷福。按多錢。係啊，係冇請客。係中北錢吧，中北錢搶。呢種小李唔係得上人就會有嘅，前向多年，怎會有呢種嘅小李？好，最面嘅小姐就係阿美倫。大家好，我係當日出門做檢查手機、錢包、鎖匙，如同富泰行嘅美倫。大家來問下自己，來想下自己，乜嘅時節會知道心焦焦，會心頭扎扎嘅感覺，我用辦法來面對佢阿自己。其實我真人係一隻非常容易心焦嘅人，韓國嘅一隻症頭就係呢顏色見來見太，嘅心焦嘅症頭咩見來見嚴重啦，係阿美倫咩係嘛？我顏色太都講嘅。你點解講乜嘅？因為其實嗰種時最心焦嘅狀況就係我身為嘅自由工作者過後呢，係因為嗰種時大家都會接安尼嘛，就安尼冇按穩定，就會開始動心焦啊，尤其嗰種時又冇耐性。就會講過，我一下組織體一切發通過後呢，會唔會咁要繼續要安呢？比如講過，自家嘅先車咁係正確嘅，就會動心焦。後來呢，漸漸嘅作為幾下年過後就較穩定咧。我老多講穩定過後就唔會繼續心焦，結果心焦還係黏得捱。哎呦，穿太多唔對，用架。唔係，佢係煙風啦。我會算錢嘅。係就啲嘅。因為呢，其實後來呢，出生呢，畢竟我哋較穩定，可能呢，當年有線嘅節目創作廣播嘅話，我就會開始上青頭嘅企劃啊，就會做來好無啊？聽眾朋友好聽無啊？你假使無好聽，我做了先，你愛係咩無好嘅嘢？韓國我主題按樣板下，嘅受眾又會針對嘛啥嘅片頭啊，還有廣告啊嘛嘅，全部就會上來上去。後來呢，企劃出來過後，鬧到唔是心焦，結果又來上啊，嘅來賓嘅名單又樣板搶，嘅順序按樣板講，好，來賓嘅名單列好咧。唔是心焦，結果唔係，還繼續講，我喺見數嘅我嘅條路特別都上，跟那喺來賓來成，我問佢乜解法，跟見那喺肥達文解法。好咧，觀眾音頻調用，黃色多就係講真件，一項事情心焦好些咧，哈，嗰個煩惱一結束，點都還有天意少一少嘅事情，當然就是小李小嘅。係，故作我一下成發嘅重新就會工作。心焦。工作就會心焦，心焦就會工作。
老公心就准在人家头路是错嘅。咁講大家都知嘛，佢係數唔錯，數唔錯就係同佢分享，懂浪漫，就會覺得這世界上好像要塌掉的感覺，嘅另外一隻咩猜藏嘅，另外一隻嘅數唔錯，認真咁樣係心就姊妹花。我同講，我唔單止係姊妹花，我根本就係心情唔喎。像我下今日係心情公主好咧，嘅係佢阿妹，嘅唔喎。唔望卡落，人家唔望公主對。你睇一下就啲咧上講話都大恩用白錯我聽聽，我腿啊又愛動嘅，錯到按狗又做唔得，錯到下。唔是錯爛錯到起身。起身講，真係厲害啦！繼續講。爽唔錯咧，就係已經會成就嘅成錯，用嘅人用嘅少咯，因為辛苦。一件事情係真係冇說會讓人窮鬼的。啊，佢自己懂心就。真是，我對所有嘅事情就會成就，就會想講，哎，按你做好冇？哎，按你做，會影響到朋友冇？哎，按你做會唔會有個做個唔拉完美啊？所以我有一件事情就非常嘅成就，我就做sản婦，我就做產婦大班哦，就心就唔聽聽，我做廿兩號，好像佢做幾兩號哦，有陣時有啲嗰種特殊嘅法堂，我去參加法堂嘅，就會當做到按你講嘅，我就會想，誒，做廿兩號，我做個聽日本冇啊，一種冇準衝廿嘅法堂，啊，假使要做廿兩嘅法，我睇講冇，你很像太多嘅，廿兩嘅錯嘅分享，我也牙群包的，完全唔會有兩個破呢，拜託。他真爽到誒。係我假使我要做廿兩，啊，我記得吼田講去參加嘅法堂，沒有啥，一種有幾兩，假使佢要做廿兩，撞衫嗰種用㗎啥，我就想動到想去想，伊就唔掉用把來結聽啦。係我講睇咧，係操作一些搞。操作一窮用偏多。好啦，真件搭擺對咧，自家創作啊，那個時裝，真件當為心者吼。係啦，因為係幾嘅寫成衫。二萬四千，冇錯，係要唱動到嘅顧問啊，嗬，誒坐到廿頭 V 嘅全部都係假嘅，拿到錢咧，係啊，有冇人？應該啦，很省錢嘅，好容易顧問嘛。再下氣氛捱成就咧，捱講時間唔拉，啱啱放來講。因為係講我係對高中開始係就除了學費以外，係生活費啊，還有係因為係教音樂吧，彈吉他啲弦啊，去玩啊，還有拾音器去玩啊，啊聽到踢球。我玩啊，千多東西，我買喇叭嗰東西千多錢，我喺入邊嗌就改好，入邊我改好4000，即係佢要更新設備冇法度啊！我嗌除了學費以外，係睇嗌阿妹，我聽嗌辣，係啊，攬錢，我同埋攬唔講嗌生活費啊，嗌食飯啲錢啊，加油嘅錢全部嗌自家。做些打工還有嘅表演賺啲錢，嗰時候有時就發暗價沒辦法想講因為暗價又冇錢，我冇錢食飯做用緊神咯。嗰時候想講我日出未睇新聞，我學識用嚟開源節流，但真嘅這樣咧，因為做唔得就只有只出不進嘛。你願意按個進事前，個錢冇入來。有一天金山銀山，咪幫你搓些散就會幫你搓到嘔下來。啊，總部就同佢管理去搞。呢一方面係是嘅。唔過真嘅啦，大家來分享你自己心就到就受呢多做唔得嗰種自己心創嘅逼提起嗰種感覺嘅經驗，好嘛？理論。要我當然就會按用。當然不要弄嘅。大家嘅心就係100%、200%，我係2萬%嘅心就。我當然按部哦，歲末嘅時節，我就會見空氣歲末咯，個天賦都掉出來。我空氣來看，我嘅卡片啦，嗬，信用卡啦，全部有套皮包喺地方嘛，一張酸，一張兩張。真嘅，係我爸咧。我上次比如講我出門咧，去我都係出去，我喊我再扭轉來看，我門有鎖好嘛。係充電器，我剛剛有講到，我當你出門嘅時候，我看手機嘅錢包鎖匙啊，有揣到副台項目，有套卡棒底本冇。佢我都係去啊，我要停下來檢查嘅查上底度啊，卡棒底度有手機嘅錢包嘅鎖匙。而家喺成就行喺出老真頭，我每次都係啊，因為喺出唔知。我當你就可以講幾路年。我估上大家就講話顏色見來見去，跟真頭就會見來見洋葱，因為太雅家婆，真嘅雅家婆搭擺出門哦，一件，比如講，你可以去宜蘭哦，雅國卡喺度用它。
已經到嘅雪山隧道幫空嘅條件講，跟火有關係嘛？大天媽係連山唔關啊！係啊，就會做唔得會按你咩？唔過你家吼一講家朋友嘅故事，正經老啲種朋友出去，佢冇心就嗌先死好冇？因為朋友吼，就有啲時間嘅成就，時間成就其實係都懂得人講唔掂嘛。像比方講，你出去了嘅時間啊，可能亞種人吼，佢就會老人安排行程。你就唔是向東向西，其實係懂偏離嘅。但是老佢出去了嘅時間，佢就有個時間嘅成就，佢就會見看啊，一下嘅行程到哪邊啊，這樣行呀，哎呦，哇，佢係完全就是 super 焦慮，這樣係冇辦法，真係冇辦法，因為出去了就會想講，不用輕鬆嘛，不用扛起來嘅心情嘛。你想停定嘅鬧鐘出去，真嘅，唔係停定時鐘，停停。鬧鐘。不知道幾時你出去了嘅時間哈，因為唔係土司鐘啊，這個土司鐘可能有一些人會土司鐘哦。冇啦，其實幾時你帶強下，就完全唔是調嘅鬧鐘，佢就自家起咪嘅8點。8點啦，轟衝咧！敷唔到天表嘅踩咧，因為識照嘅時間，差唔多9點嘅，9點前出來識睇咯。因為沙下有乜嘅行程啊，冇坐到草用嘅沙啦，佢就會當成照。我冇同佢出去，真嘅一種朋友爭來了，不是爭來了，連來了就唔是。謝謝再見，謝謝拜拜，就老一講拜拜。不過你沒清風片啊，唔是思考。係啦，阿五人來分享下自己成就嘅情況。像我自家嘅花卡少，唔過有個好朋友啊，佢對金錢還有環境就會當成就。佢本啲環境本伊個，假使講數目較少咧，佢就想用個生啊千變萬少，我做唔得食飯，我係講冇按好笑，真唔識嘅遠天天。結果個環境講較變嘅啦，佢就會講，哎我用個心肝卜卜爆咯，按緊張咯，係咪讀到中醫嘅人咧？一定係看到我咧，係本就想講佢孫嚟做嘛我按咧，發現到佢係環境還有金錢，影響到佢自家。佢本身有心臟病，嗱，你唔要用翻脾氣，跟住係影響親情嘅一受啲嘅朋友。其實呢種同人玩一隻環境，就係成長搭上人嘅相片，搭上人就變咗個超商用彎條路尾係一種用彎隻條路，呢隻條路係爭彎條，都係自家要發出來去做好來。唔過大家都在想下，到到你嘅成就嘅時候，哪種人係會成就？係哪種芯片人係會成就？韓國成就嘅人當槍係抗壓性黑大咁有樣咧，等下轉來繼續留大家聽下嚟分享了。自家就係外顯，你會表現出外顯性的，你懂咩？成就眼用版。你的外顯你感受到咧？你是這樣講嘅，真係懂成就嘅。係啊，當見眾啊，當見眾。係啊，主持要班啊，主持啊，攞嚟講啊，強咧攞嚟講。我搬家大本藝啲喎。仲可以眼用版啊，當見眾啊。我係中國以前咩戲啊？中國嘅咩戲表演？歡迎大家到咗嚟香港睇相關節目現場。咁樣大家一開始就講到自己遇到那條事情，係會成就嘛？那個有可能遇到嘅，比方講，佢身體佢心操操樣，佢急性嘅嗰種樣，遇到某個事情就受落搏擊到，兩下事情都係要做好嘛？夾好嘛？就像阿美倫啊，或者救人嘅嗰種嘢嗬，呢個自家就係受落搏擊這種，佢激痛嗰種嘢。唔過整體來講，大家要認為講，到底哪種芯片嘅人？佢真係係會成就咁有樣嘅也以此。我知道係細妹嘅呢，因為細妹佢會面動面視，佢會觀察事情嘅時間，看到較幽，看得比較細。嗰時有樣時就話，譬如講你嘛嘅，人面色係咪冇細胞啊？就說我係咪面色唔好？你最近色較好哦，色較好，係咪變較皮咧？我就開始想講，最起就係說，阿妹佬上期上班啊，就講，我係咪心情佢嚟？冇買一個，我用這麼樣講，係咪我面色唔好看啊？冇白狀，係啊，冇人沒碰到，你是不是素顏？係咪冇白狀？就冇啥，真嘅啊，很多本嘢看出來啦。我知道細每年當我入面拼人嘅一句話，嗰時就會影響到自己嘅心情。而家應該嚟送你玻璃心。你做根本就係玻璃心。唔過真嘅有常時會知道講，有啲人嗬，人家一句話，然後如果見啲呢啲轉，就講條拿就大giảm落去，即係一直鑽牛角尖，個一面就唔係假嘅意思。唔過記住見到呢啲轉講，
推你就會略嘅意思，係冇？啊，自然有可能因為個老芯片有關係嘛。我先講，前提就係其實我係同支持芯片平等嘅哦，吼。我感覺啊，不應該用嘅芯片落去限天講係乜啥，係因為呢，甚至也其實我感覺係主要係看13年嘅性格係樣板去。不過其實公司採訪頭同大家講，我係知道細阿妹係較容易攝照啦。13年咁奇怪，前面嗱，可唔可以講冇共用？因為佢就俾我講出來一個啊，一成一個啊，係啊，一成啊。雖然呢，我感覺細啦，係有什麼像阿比倫啊，基本上咩係心思非常幼嘅人。不過你太貼人去看下去，太貼係細阿妹嘅心思係較幼嘅，想較多，就咩來咩種加下阿姨子講嘅嘛。故說其實細阿妹親到嘅時節，可能佢會想東想西啊，親到嘅事情啊，親到嘅情緒啊，就空啲情感都就扭扭縮縮嘅，要排泄講出來，就冇辦法去排解。佢嘅情緒就變成咗埋心照，誒冇錯，因為即刻控到心管度，即刻壓，你唔講出來，電到喊白碰到碰到事情嘅時候，電到喊下心照。應該反而就硬講，講人就好咧。喊下笑落搏嘅，冇講法會心照，真係真係係用。睇唔掂咗度，就算係咪？冇辦法心照就硬講。哦，真係大家阿比倫自己來講下。係我自己知道心照老細奶又細妹，我知道冇乜關係。我自己就係當心照嘅人，如果係當到細妹嘅朋友，就變人較冷清。故所我知道。嗱，所以心照係一種個性嘅問題，有當到嘅人係講，要心照嘅事情，佢會變到情感度冇表現出來。有啲嘅人咧，其實會攞心照啊表現出來。咁我自己啦，我知道我自己就係外顯。唔會表現出外顯心照，你懂乜嘢？我當心照，眼用白。你剛剛你感受到咧？你是這樣講咧？我真係懂心照嘅。係啊，當見眾啊，當見眾。係啊，主持有班啊，主持啊，攞佢講啊，我強啊，攞佢講啊，主持。我班大本藝啲。同我按樣辦啊，當見眾啊！我係抽過以前咩戲啊？抽過嘅咩表演？加油講到，其實那個心照老自家嘅壓力啦，抗壓心，冇天錯有關係。其他家有談過一句話，就從頭到尾講，嚇會心照，嚇受落搏嘅人，佢就面對壓力嘅時節，嚇唔會去調整，自家嘅抗壓心有可能嚇大，咁有樣咧，你講？其實吃到心照咯，抗壓心大。完全冇關係，因為其實係因為心照嘅話，係因為你自家動要緊動到嘅事情，因為要緊自家條路啦，要緊你然後配上你嘅感情啊，嗰種動到嘅事情會產生到一心照，但是老一抗壓心大唔大，其實真係完全冇關係。嗰種係知道心照老抗壓心大唔大，其實係完全係冇作用嘅事情。你心照都可以講兩遍，盡快是笑咧，你自己講冇關係啦。唔過係，又係真嘅，就而家要講到嘅動重點，就唔知係要要緊一件事情嘛。唔知係講冇要冇緊，當然唔會笑啊。講聽講你考試，我就攞先方式考100分，咩按考2分，我咩冇相關。所以呢種人對佢嚟講，你考試對佢會造成心照嘛，完全冇可能嘛。因為佢本身就冇笑冇理，就冇要緊嘅呢種人，佢壓認真，即係知道抗壓心大，然後呢個心照都係有關聯嘛。我只有講都笑啦，不過最重要嘅事情就係講要抗壓喎。因為唔會有壓力，故所以會心照啊。本應記法來講，就係講動衝事、動要緊一件事情，所以將一件事情做好來。係，故所有壓力嘅時間，因為受力啦，因為心照嘅時間，你敢要好好來去面對咧。所以大家就講啊，細阿妹啦，嗬，佢會心照啦。唔過你嚟就係一個女強人，你為了面對佢，係，就係按咧嗬，細阿妹咁有進步，你就會越做越好。唔好講真嘅。就講加油講到，其實呢種心照嘅長度，其實老嘅荷爾蒙有關係。就講人嘅荷爾蒙可能會影響到人對於事情嘅看法。佢會心照，佢會受理呢種人，可能佢喺體內運作較急，就講理想嘅較多，佢要過後，佢可能會先變形想嘅較多。古時細來做唔對罵人哋講，按想太多咧。就係想咁多啊！我就講解喏，一係荷爾蒙嘅問題。也不用這樣。都係荷爾蒙。其實就係講咧，有啲人可能行到第一步嘅時間，有啲人佢會心照，佢會受到受落搏嘅人，可能佢已經跑完100米了，你知道嗎？佢到終點站了，大家行到面前剛開始走停停。不過都帶嗱抗壓心，又都帶有乜嘅關聯性，佢負面嘛，紅眼風知道咧。
还知道我们会改负面啊，因为成就一件事情本来就会每件嘢都有嘅嘛。不過像你頭先都討論講係寫拉或係寫模樣，我係想講，因為人哋學生嘅，喂小李嘛，其實就小李人哋嘅報告啊，人哋嘅做，人每擺就係壓線教育冇時間都係請一張嚟做嗰種成就。唔講係想講，因為人哋學生嘅就係煩惱一個事情啊，想講唔講人哋係做得係提先來把。準備好啦，準備好啦，咁前一人搞，當然會成就啊。不過唔講係想講，因為嘅神法當中有一系列成就，會幫人過到一些體驗人哋嘅神法嘅感覺啦，會進步啦。錯。其實有上時那種壓力來講，本人知道開始有煩惱了。是動力。哦，為這種動力。準太人哦，震漏你了。你去哪聽聽？震漏你可以噴起來部分。準太人，你準漏你。唔過有可能那種壓力，好，比方說有啲人較落線嘅，佢完全唔會成就啊。你講，佢嗌就慢慢嚟做，天天嚟做，唔可以影響到拍生嘅就好。不過最近有看到嘅，有佢頭擺看到一個日本劇，就是講，其實那種較會成就嘅，佢較會太影響，因為佢將自己嘅做嘅事情會影響到拍生，所以他的心目當中，可能自己係30%，存到係70%，仲係帶到拍生嘅，唔係男朋友啦，嚇，就係帶到拍生嘅。所以那種可能係，會想到，到底係咪咁樣？唔過經濟下心理學家有發現到，嗬，其實較會成就、較會受利那種人，其實佢唔係抗壓性較大，點都係抗壓性較高嘅。什麼太咁啊，嗰位呢，因為佢平常時接觸壓力當多，佢就老是個綁到當行，像書呢嚟用嘅，像書呢，然後用到當行過後哦，佢冇發現到，自己嘅身體來抗議啦。因為有啲人同佢心臟開始會亂毛，開始會爛醉，會乜嘢，心情心臟砰砰跳，佢咩冇發現講，到時都最尾佢佢就崩下來了，佢想發現到。這個要重入注意啦，注意咧，所以等到最尾一刻，有甚至種抗壓性較高嘅，佢點到，因為腎素嘅動到壓力過後，但最尾都唔掉咧，佢就彎下來，所以發現到它有抗壓性嘅點到，它會成就。不過真見那個成就到底本大家帶來有正面影響，也係負面嘅影響咧，等下再來繼續來大家向下來分享了。丟搭嘅人啊，做節目丟搭嘅人啊，大家都認識啦。哎呦，大家都認識。最尾一些其實冇材料片，哎，秀芬呐，這邊會有大頭嗎？唔啲哦。我發現到，用體相對縫啊，可能呢咩唔係最好嘅，因為呢其實見到喺真件就會慢慢來，就會叫自己嘅節奏，係可能我喺跳。正吧，你就跳探戈，你就跳我講嘅舞啦。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上一台老開啊講到是講，大家因為當咧，較會成長較受到北京嘅，到底係西啦，也係西梅下度韓國啦，抗壓性到底有關係冇？唔過，因為台新聞睇就講，即係平常時較受到北京家下，唔即係知道較會成長家下，唔即係對人來講，較正面影響較大，也係講。同情就係負面嘅影響，都係哋下當上嘅老成就咧，個真係嚟切不斷啊！係成就對我來講誒，感覺一下看係對我來講都會正面嘅影響較大啊，因為其實我為到愛心頭嘅枕頭，嗰時我就會逼自己去想，比如講節目嘅企劃，愛較夾想出來啊，還講乜嘅節目嘅東西啊，全部就會逼自己喺較早就會做事情，逼自己進步啊，就像家下應逢講嘅，會逼自己更來更好。唔過呢，那喺讀到嘅這種做事情非常嘅散漫嘅匆鬆，係那係呢佢本來嘅資料非常嘅慢。你罵啥？唔搶，你罵啥？全部都講好，我都講愛唔到。我讀到高呢。跟散漫嘅匆鬆呢，一下冇啦，冇啲呀啦，冇啲佢哋司機啦，可能基本嘅資料就動漫，韓國可能基本嘅東西啊，就非常唔專業，就一篇一種，一篇又一種，還有速寫嘅，就係動貼片，係
嘿，佮可能你啲准备当行嘅工作就会出现问题嘛，我就会开始想着话，一开始我会同主动嘅同佢沟通，还有突然讲，佮鸦片按样办做啊，佮人做的较做到同我沟通嘛该思想，不过后来我发现按样做其实冇办法，而且苦痛到起噶，又唔行。佢匆匆嘅那係唔要緊，就係唔要緊。我本人愛用嘅東西，就係本人愛用嘅東西。係後來我就哦，佢就算咧，我就接受一件事情。再過來那係吊搭嘅人啊，做節目吊搭嘅人啊，大家都認識啦，嗬。哎呦，大家都認識。最明顯其實冇材料片，太秀芬啦，這邊會有大頭嗎？唔係哦。佢吊搭嘅人啊，可能佢做事情就係他慢步調嘅人啦。佢捱就係嗰種較有效率捱，一天一啲捱嘅行程，鴉片差唔多行到那咯，那度都按用嘅吊搭嘅好同事，捱就會同佢提醒講，嘿，差唔多一下係幾多年咯，你做啲開始準備乜嘢咯，捱就會好心嘅方式提醒佢。不過後來捱發現到。按用提醒對方啊，可能你咩唔係最好嘅，因為你其實見到喺真件就會慢慢來，就會叫自己嘅節奏，係可能係喺跳先唔吧，佢就跳探戈，你就跳冇咁嘅舞啦。不過我就想按用其實每本對方動態嘅壓力，跟我自己就會動辛苦。真嘅，你看壓吊搭嘅重心，總共是。對，吊搭嘅上面佢就慢慢來嘛，其實生米粉你就。旁順講啊，寫好，按樣感覺，人家就冇急，即係急先嘅急到按呢，都對面咩無效嘛，咁大家自家調整下自家是唔是哈？小魚子 OK 哈？小魚子做點渣？推下，攞嚟推下去。不過阿美倫嚟講下，好，我自家同學教做些。自己嘅經驗啊，適當嘅受理對我當到負面嘅影響，因為我自己處理清楚嘅嘛口場啦、線上嘅聘用啦、隱私啦，全部都我成好。故所以我之前面對那種受理，我自己想講，我就會拿一種紙 A4 嘅紙吼，來下一條一條下。A4 拉下嘛？唔拉，故所哪種講？會拿 B4？拿動作裝 A4，兩面下都黏黏嘅 A4。是應該先講哦。下得變紅。你就買一個全開就好呀。其實係開種嘅。在土方是那種。嗰之前我喺下班以後，我就做好嘅。唔過我有一擺發現啦，嗬，我開學嘅時間事情貼到，我下一邊、兩邊、三邊冇用，我就繼續我見安尼有受理嘅，也係講不舒服嘅感覺，安尼。結果我盤咧，要會上盤啊，數係冇見準咯，數冇見準。冇錯，故所嘅落珠，同我講，我今日嘅下珠，我就想講，我今日來請假，我休息一下，我就去客棧今日，咩見準，但係是用派嘅鐵條，線上喺我做乜嘅，天一條一口長嘅樣板做，但係是用墨貝的，你知道嗎？開，中華時候加工，你做行動啊，是真係有一點偏嘅部分。我講我說，阿你還同你啦。後代它還有病識感，有啦，你自己有偏。我也沒有盡量想辦法本自己不用強，所以講說我一客棧，不過客棧啊強用派，天一點。數跌準，數點。你還叫我啲準，因為客棧太。我知道佢真嘅壓力狀態吼，平常生活咧，工作嘅壓力影響到佢自己嘅生活咧。連客棧還都派，係啊，有冇按呢？難才講呢。哎呦，下次知道自己怎麼教小孩了哈。還沒給派客棧。可能真係覺先啦。多得來派數咧派動嘅，不過真係自己調整一下。不過阿認真對你來講，一個心就較煩惱嘅部分，對你來講，它正面影響它多，它負面影響它多。其實還是有兩種都有，不過嘅充電喺哪邊咧？這個關鍵點在哪裡？哪裡？就會講咧，你喺本要嘅成就控制，還講唔控制成就，挺難嘅。控制，你係做得幾天嘛？該時間愛成就，我兩下捱唔愛成就。你冇唔錯啊，梗係冇辦法控制嘅嘛。啊，邊度一下係啲你配嘅？我天天都。係有辦法控制嘅。像我之前讀高中嘅時候有一擺啊，吼，我就因為學校係要求講做唔得去5倍接案嚟嘅，啊唔講我就缺錢啊，眼縫就低咩，我就頭接嘅案嚟，個表演嘅時間啊，和同個製作單位就講，我做唔得上嚟嘅本名，也用啱我真嗎？假名冇，
的确来改名分香，连自家做工作注重的名香都香油，改香油。嘿，按个给勇士诶，虽然还是上讲，好像安排到后生，因为本人拜见，不过啊，心就会自家抽神嘅，我还懂事，我啲表演金钱啲嘅客场地位，啲客场周戏咩，还就懂事，我们大家会面对嘅周戏嘅压力啦，做到好还是唔好啊，我会行去上讲，佢好高兴，会来看我啊，假使看到嘅发觉勇敢，就讲来上保乱嘅，对啊，好像有天感激人咩眼，看那形象讲唔慢上啊，唔应你讲买咩？哎，好像变一下。有看过？我唔应我讲买咩米块出来啊？嗰陣間老師嗌咗啲後腿咧，嗌咗按你行嚟行去，硬行哦，就唔知啲行乜嘅啊嗬，有一些仲嘅散用用。一點速準嘛，速準嘛。勁準！啊，記得有一位前輩就看到嗌咗我嗌講，唔到底做乜嘅行嚟行去，啲啲脾氣，嗌咗。出鏡上個，嘿呢，我做乜嘅會行來行去，後來我就發現到啊，原來我係心焦啦，心冇聽聽，我就冇去行了，我就開始放慢我的腳步，調整我的呼吸。唔是，你開始用冇啦，我後來我就透過發現到自己嘅行為有病識感，再過來調整自己嘅行為過後，確實就唔會按心焦。真嘅，其實有陣時仲多嘅心就係自己操心，明明人家就冇要件，香港有冇人會管，有冇人會要件輪到，但係利用者呀用應者，冇人根本就冇人發現到最明。有可能啊，哪個 fans 就上過，好了，謝謝，笑太多嘞。然後唔講，你這種嘅情況就係好笑唔笑，笑嘅就熱天公冇熱條，根本就冇天公冇人 fans 冇上岸到好冇。唔過到兩個時台哈，其實你現台人最危險就係乜嘅？資訊焦慮、資訊狂超增，一點鐘唔是講到一點鐘，1分鐘冇看到這個數據嘅。就開始會心焦哦，開始會反超哦，可以講啊，我你1分鐘可以有人傳信息本來，我要聊天嘛個信息嘛，會按你講嘛，啊你講自己會嘛？對，像我自己真係資訊狂超增嘅代表嘅，做當電影講，因為嗰時間我係唔知乜嘅資訊狂超增，係因為下嚟呀主題嘅時間我就去查看啦，呀心焦有哪一種地方，結果我發現呀資訊狂超增我係搭條都有，全部都係抽獎，哇，100分哦，真100分耶！那條充點嘅嘛？係，不過其實資訊狂超增就剛下講嘅訊息，喺無看到嘅話就會吃得懂心焦嘛吼。再過來其實係無聽到實行嘅話，你會吃得懂心焦。比方講，你去學校教書嘛吼，會教到啲小朋友，啲小朋友實行嘛嘅，你咪會聽到啊，冇聽到嘅時節就想講。切假係唔係老人啲嘛？你老人家誒聽唔到時態是啦，呢個人都冇笑咧，因為係啦，我係上去追超上嘅啦啊！不過其實韓國有上時你大追股，因為傳個那個訊息嘅時間哈，你個流行用語，你們要用到懂時行嘅，不要再用叉 D 了。真嘅，像因為我懂好用叉 D，咩乜意思啊？好啦，真嘅，最好用啊！因為係，有一擺我嘅抽型是去動後上，就講哇，你當電影下，謝謝你幫我用很可愛的造型 XD 這樣叉 D， 英文說呀，係乜嘅意思啊？我要用咧，代溝咧。你係 V 輪冇得唱幾用嘅用啦，我用叉 D。好啦，既然講到時態嘅正常嘅眼眼風，唔知下敢唔會有那種資訊焦慮嘅情況？其實我係冇，唔過我可以理解，唔過因為他們大家時常大部分時間都係用路紅嘛，即係書到啲資訊媒體係用路紅啊。唔過他們可能有嗰度新聞啊，可能看到嘅梨泰院嘅事情啊，或者烏克蘭戰爭嘅事情啊，看到有啲事情聽說會影響我哋嘅心情嘛，因為就係就是那個社會的案件。不過有啲不是說我們不要看國際新聞哦，係講我哋會調整我哋自己嘅心態啦，因為我哋唔會抵一條事情啊，我就會在接收。接觸資訊嘅同時間，而照顧人自己嘅心情。這件事都很有用心咧。就
像前一波嘅梨泰院嘅事情啊，其實青島人滑手機卡發嘅就會看到，哎呦，全部就負面嘅，其實你有嘅媒體播出來係真嘅，也係假嘅，而且我要評斷嘅能力，因為有時評斷，用擺起來評斷，人看到全部就唔好嘅，也有時真嘅心肝又會變到走，唉，心情又唔好嘅，尤其係出去了嘅時間，貼配咗唔嚟佢有負面嘅東西。係啦，我想講，你真係嚟追蹤認真的 IG 係 Facebook， 我看到真係可能看了的媒體的時候，自家會有資訊創造嘛，就是資訊恐造症嘅。不過看到阿英這邊說，可能講大nhà嘅馬家夫婦，嗌冇講咯，嗌冇講。不過真言講到真言，就講倫敦太后有研究講嘅資訊恐造症那種心體哈，比儲太麻炎還要嚴重，就講儲太麻炎嘅會講大至少還有反應力高，還有唔講人家假使長條那種資訊焦慮症很嚴重的人呢，佢其實就係傷害到你自己嘅腦神經，因為佢會驚聽唔到時態，韓國咧都接觸到很多嘅資訊過後，即個用反應來判斷，即個用法度來去抵抗佢，無你係當然會受力會心在部分，唔過都帶留下嘅心就加下，你可以用反應來正面來面對韓國有奈的空扣。我哋咧等下再嚟繼續嚟大家向下嚟分享了。關鍵係前定嘅時候，佢看到人就想講，肯定嘅時候歡迎，喂，我嘔嘅，開啱未愛？你都冇講人嘅咩？我咩好叫佢開啦？當厲害咧，幾多下咩會雙語呢？哦，當厲害，啱啱叫佢講係自寫嘛。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個節目現場，剛剛上一段最美老開始講啊，就從頭會有那個資訊焦慮，還有那種過度通訊那種問題的時候，會產生那個自信嘅心就自信嘅恐操症。不過還有講到係自信心就那種比儲嘅太麻炎，還很嚴重，會造成心肝都還有生理嘅影響到。不過下就問大家講，自己有乜嘅處理這樣，還會心就啊，從頭個碌碌啊，即係講小路搏擊嚟講，整條都係有法度來改善佢嘛呢家。來，真件要當到方法都係改善啦。好，一下佳佳老師嚟教大家了。第二呢，其實係說運動係動好嘅方式，因為大家家長說啊，運動好麻煩啊。不過呢，其實你花30分鐘、1點鐘一下嘅時間去運動，去流汗一下，去流馬咯。其實一老自己心情不用強，所以都重要嘅。剩下嚟嘅時候，一方式咪動好，一係利用高矮嘅，就係人嘅自由書寫，自由書寫。我才講自由書寫，自由書寫，其實自由書寫就會因為你平常時心這位人嘅心思較優嘛吼，做乜嘅事情都懂想去懂完面。我說一自由書寫其實就會講，你想去下馬嘅就下馬嘅，你唔會限制你會下馬嘅。我說你就會發現到，你啲上馬嘅事情嘅時間呢，你就不用到很完美，就下出來就好。對，就完全下出來就是抽的，就是不管你寫什麼，沒有邏輯都沒走。哎呀，懂後呢，呢類家事情出名過後，韓州得出書，大錢，哎呀，就下那些焦慮的46天，所以兩個就往後嘞。還有米給結尾可能是哦，我寫不出來，沒想法的再見，這種都走的，這樣要出很多自由書下，因為你就會總你去個心情不用輕鬆，係按用你嘅心情嘅事情就會講大啲。跟按用還會記一下中 cam。不是你讀後買嘅 iPad 就等後用。哦嘿，自由書下。坦白有影響染到吼，那個曾志怡嘅 iPad 事件，會上哦，嗌冇講哦。哎呦，2-3年都係喺要中醫2-3年，一係講動腦2-3年，用乜按嘅？唔係動中醫就是動腦。見下幾秒，喺當上喺到啲詞體，一係講當上喺愛記咧。唔過之前問太監就講，家庭那個書寫過程地度同到嘅閱讀治療上面搞太講，家庭書寫做得本自己心，還挺貼到嘅。嘅阿美倫有支持咧個理論。用我家老理解咩強樣，我老佢寫下來。跟你就下數據。唔講 A4 紙啦。我咩次要嘅 A4 紙，我咩次要嘅書寫，我老愛做嘅事情，我要想過乜嘅事情，全部老佢寫下來，一條一條寫下來。佢寫下來，我就會本自己安心。嗰天呢就係都要即係像運動啊，我自己去戶外啊，去爬山啊，又係條唔講係家又講爬山啊，數勁準勁。冇啦。
真嘅，其實看看自然然後呼吸、醒嘅口吸，嗰個心情會較好。真嘅，你聽叫我去呼吸一下大自然空氣哈，你會吃到這個完全冇像吃鹽世界嘅一種嘅其中一份子嘅感覺。其實你咪做嚟練吉他呢，安尼拄好，競爭問題。有上次喺跳一下戲哈，這種到我本身唔係講這個看到看見講這個，看到見講講，我這個先慢慢的哈，上用辦戲，用一劍哈，到這個劍都會廢掉，這個會腳都廢掉去。我有上次行程我不會講，也講家等吃有蔬下，他給大家講啊，那種蔬下的方式，其實我是覺得有一部分哈，會本這個增加動作的壓力。而家就冇吃有蔬下，就冇吃有啊，係蔬下，幾多吃有蔬下，人家吃有蔬下，人家就哈，天一條，天一條，拜託㗎，呢條環味嘅嘢。係啊，冇啦，所以當開個壓力嘅來源冇同樣，喺下卡啦，我就知道哦，我要記得一件事情，我就冇用到頭貼，係冇較天貼。沒冇講啦，你講佢假設佢做呢項事情，對於佢來講，較天貼，較天彩，不用使自家嘅方法啦，自家關係自家做做唔用啦嗬，啊，一致咧。迄個自家嘅方法，所以我搭去集團用嘅方法冇乜同樣，我可能一包嘅興趣係乜嘅，像我前一包氣氛中花花草草，我就想不點不同樣，我就買貴太多，我攞我看咩都想出位形樣嘅，真嘅，一味也要啦，各類嘅奶我就買貴湯嘅買千島奶，有乜嘢啱咪哦要葱嘅，又要千島奶打落去，要選擇咧，係要選擇咧，就前一包我就買當個凍肉出位，嗰個凍肉出位全部試嗆嗆，因為個心情就當我看到就放太了。偏型係綠手指，因為黑手指，哦，係乜嘅？本來見過一個本來樹苗個重新會死掉，全部死掉。跟住佢當講嘅時節，就會心肝發發開，心情當好。佢誒啲小腿咧，我就酸咧，空開咧，啲一搏誒，我就胸咩位咧，我就知道。聲音對，冇痛屈真件係前定嘅時候，佢看到人就想講肯定嘅小飛嘅，我嘔嘅，開啱咩愛？你咁樣嘅人嘅咩話咩哭嘅會開啦？到厲害咧，幾多講咩會雙語呢？到厲害，他們叫佢講係自細嘛。佢就肯定一下，就說很療癒哦，就有種又愛又恨嘅感覺，嗰時就切皮嘅冰強水。跟住他把興趣幫你要用乜嘅？我咩唔掂咧，可能一時一時嘅啦，有時係煮菜，有時係煮菜。一個人家就講係我成日煮嘅菜很脆過。啊咩，我用愛用興講吧。真嘅，唔講好前班學嘅通過講係，要照顧一成年咯。千用是冇唔錯，你就可以給佢全世界。前班唔學講哦，基本上藝模想學就來學的，前班做唔得，千萬不可以這樣做，是違法的行為哈。係先，我用嘅老一次在做電話。藝模老大戲做唔得。你會檢舉你，你會檢舉啊！目標啊！按眼鳳來講，嚇，即係用版型來面對心照嚟講狀況。一聽係談音樂嘅，免疫可從第一件事情就係談音樂，因為我教到音樂可以完全嘅影響我嘅心情，因為我就要改到談嘅會改快樂嘅歌啊，誒，做你講冇？像旺福啲旺福樂壇咧講，哎呦，一陣後彈，明白先這個時候就彈旺福就唱。個旺福懂得歌，很用一種厭世風格，就是彈嚟說，哦天哪，怎麼會有人跟我一樣厭世啊？那情都盤的感覺，我就種哇，懂歡喜，懂歡喜的感覺嘛，所以你就用家庭嚟彈應該方式。錯，一聽啊。咁唔過真嘅嗱，佢講到面對嚟心就其實有動到阿蠻多種嘅方式，跟阿自然來大家小記下，即係用乜嘅方式嚟面對自己嘅心情。當然點點對我來講就會動好嘅方式，唔過我知道我老阿比倫較強，係因為呢，那喺真嘅我開始心照嘅時候，我就會先問自己講，我到底一下做乜嘅會心照，我就可以思考講，我心照嘅原因係乜嘅，那喺我心照原因係因為投入嘅事情，跟我就想哦，可能係因為啲工作當中嘅進度呢，唔係照定我嘅節奏。所以行誒，跟我自己就會盡量夾夾去完成到我嘅進度當中，就唔是按心照嘅嘛。不過有段時工作當中進度係因為表達嘅人本唔知道當心照，要講到幾咧嗬？有冇機動充電嘅？我最機動好係記無來韓本機遊戲，最機啲入邊咯。可能咧，佢本來當心照嘛，我就會去提醒佢，差唔多愛做乜嘅事情咯。我那係你記係冇參與嘅話。
大家应該都啲佢冇去參與啦，吼。其他冇去參與嘅話呢，我可能還要再個提醒佢，佢行喺冇去參與嘅話，我就想講好，佢就順利。因為那係一件事情嘅，我做得去完成，我就會天數去完成。如果那係我冇辦法去完成，就佢這樣做得完成嘅話，佢對方這樣做得完成，我就會將我自家置身事外，我就會老自家講好，佢等下對面係發生乜嘅事。全部唔係我嘅事情，因為我已經做我做得做嘅事情了。見用看到佢笑面，唔過佢背後可能一支動到嘅刀。哦，嘅刀嘛，唔係一支水果刀，啲刀嘛。我最愛啦。哦，係真嘅，唔過講真嘅，有時候遇到那種人，佢明明就佢落線，完全冇喺插言嘅事情，你就想講，佢係。個人都係做乜嘅？佢電腦變咗我自家嘅負擔嗬。唔過有陣時會是講騙人嘅職業，冇變咗自家嘅處罰、自家嘅方式。唔過之前老太太講過，面對那個心理嘅狀況嗬，那個心理師老太太講，第一步就係覺察，第二步呢就是看見，第三步就改變。咁講，你要先意識，自家有那個心理嘅。開始有點狀況，而且你講家嘅病識感很輕的這種，完全冇病識感，你都做唔得。我先呢槍做唔得咯，呢槍乖乖。第一步就要先來看一下，你喺心就要帶來乜嘅影響到嘛？我嘅心狀咧，佢追求唔買好。係有啲冇。冇乜嘅啲，佢啲用鋪啊就開始會跳太起，有乜按呢？精準，有乜按呢？到底係乜嘅情況？第三步咧，自家咧開始改變，可能去看神經科也好，也係講，也自家想辦法去化解自家嘅壓力，也係同好嘅方式。不過還有一種方式，就用加定自家嘅調氣嘅方式，慢慢來解放自家嘅壓力，好唔好？根本你在菜場當飯，而咩搶到一位太師，哎呦，先生，啱問過佢就自家企起來，有冇按？哎呦，因為你有企哦，你沒抽燈，冇禮貌。來做一下開始，我們嘅說服力也可以先下課嘛。阿英子開始，點解啦？大家搞到這個腹式調氣法，冇錯，腹式呼吸。喺呢度我做示範，跟他講過時間嘅時間啦，吼，看看一食兩隻胖，就驚太時間講唔出來。剛才喊講唔出來嘅話，佢就會請阿小鳳來做示範咧。老太家教一下。係冇錯，其實腹式呼吸啊，吼最簡單嘅方法就應該上一下嘅氣咧，我吸，追到人嘅肚臍地部。用屁股係做，用屁股用嘴都做得。唔過我追到那位咧，睇先個一下，比三隻數字條存出來。不用到人嘅肚臍下背，冇錯，一邊差唔多就會嘅丹田的這個位置，有肚臍冇啊？你睇肚臍在那邊，冇錯，啊，應該向一邊嚟，等一下哈，要鼓起來哦，哈，吸氣的時候就像給國語腔樣嚟，來吸氣，我會變黃山鳳，想象在一座森林裡面，做得出來沒？憋氣1秒鐘，慢慢地調氣。跳氣嘅時間，我都要再出來。都是很，你看冇錯，大家完成100動反皮嘅腹式呼吸。好，沈夢今天嘅應徵先生，好，沈夢，但是我們的通告費一樣是1350，謝謝哈。你追色，好，你追色，好，我們是按照身高來給通告費。真嘅，唔過真嘅，面對心就得生嘅，所以用冇咁樣嘅解放自家壓力方式，唔太咁咩做得了心就遵做一種禮物，嘛個禮物做得本人來改變，而面對佢，按用辦法來處理佢，真係本人知道嘅人生當中，應該做得很講前一種樸素，記得咯，下禮拜用嘅時間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宮》。要打太假波，拜拜。和現代社會度，當人那講遇到一出事情，都會受羅搏擊，甚至有啲人還會影響到自家日常嘅生活。同樣愛提倡睇自家，那盡講遇到心焦嘅事情，成為點清落來，向表達自家嘅負面情緒，調一下，將來慢慢想，慢慢思考，應用選擇然後。安尼將使得本自家嘅心靈都變到很難看見哦。